这是咱参甲来看上帝话，圣经诗篇111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头一节，爱上赞上主，我要一心一意感谢上主，伫伊正直的百姓的聚会中感谢主。上主的作为掠条奇妙佮伟大，既然欢喜伊所做的人，拢愿意明白。伊的作为充满尊荣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伫地。上主无互咱袂记的伊所行的奇事，伊有温慈，充满怜悯。伊使食米，互敬畏伊的人，伊永远记牢伊所立的约。第6节，伊向伊的百姓显现权力。将异族的土地赐予因，伊一切的作为拢信实公正，伊的诫命确实可靠，伊的命令永远有效，按照信实甲公义设立，伊救赎伊的百姓，甲伊立永久的约，伊是神圣通敬畏的。第10节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，伊使明确的判断力，互遵趁伊命令的人。伊应该永远受懊恼。以上愿这首赞美上帝的这个公义的诗，来当真做咱所行的路。以上搁续落去，咱要来请咱所敬听的这个蔡主任牧师来甲咱讲专心敬拜神头一集，请咱恭敬来听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咱搁三甲聚集伫上帝的圣殿。牧师要问大家讲，大家敢有期待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敬拜？大家敢有渴望用较无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？那安尼，牧师要继续问恁吼。咱来到教会，咱做啥物？当然，咱是做礼拜对无？伫礼拜中间，你有做啥物款的代志？伫礼拜中间有倒一寡代志，你应该做却无做？伫礼拜中间。有倒一寡代志，你无应该做，但是咱却做。有时咱无真清楚，所以今日牧师要透过所读的经文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咱要分做2个礼拜来分享。今日是分享礼拜的上半段，后礼拜咱来分享继续的这个其他的天书。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你搁一遍用你的听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机会甲你亲近，透过敬拜你，阮享受甲你同在的美妙。所以主，这个时刻阮用较无的心备办好，求你对阮显明你的心意，互阮明白安怎敬拜你是你所欢喜的。阮只是要领受主的话，求主帮助阮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我记得我拄来到教会参与教会聚会的时阵，我感觉讲教会真正甲过去我的经验有真侪无共款。我是高中较来到教会，我感觉讲教会中间，无论牧师也是讲师会咧讲的。台语吼，有一寡我听无啥有啦。我会记得我第一遍去礼拜的时阵，师会讲咱三甲鸭头来祈祷，我毋知啥物意思。我就对伊做伙祈祷。结束了，我就问带我去礼拜的同学讲，到底鸭头伫倒位？较爱三瓜鸭头来祈祷，可能我听了无够清楚，迄发音无够标准，所以有即款的误会。后来较知影讲咱做伙鸭头来祈祷。佫有牧师讲检菜安怎？检菜安怎？吼，咱即摆知影讲虽然安怎啦，吼，检菜安怎？我转去了，我感觉教会人讲话真奇怪，佫有咸菜，佫有鸭头。特别对敬拜的时阵有足侪听数，我实在是无了解，为什么唱圣诗爱徛起来？
为什么听讲得爱坐咧？为什么圣歌队唱真感动人的诗歌，咱袂当拍谱啊？啊，为什么礼拜听牧师讲得了，就搁奉献？我完全拢毋知。但是后来伫教会中间敬拜，伫别人甲我指导引带，甚至到尾啊去新学院读册了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教会敬拜是有一定的听词甲内容。咱来明白这个听词安怎带领咱进入迄个敬拜中间。所以牧师当然知影，咱中间真侪人拢敬拜真久啊，但总是可能还阁有一寡人，伊毋知影敬拜真实的意义。所以牧师期待讲，通过2礼拜的分享，甲大家做伙来想讲，到底礼拜中间这个听词是啥物款的意义？咱要安怎配合，才通进入真实的敬拜？首先，咱先来想看啥物是礼拜。礼拜有真侪无共款的定义。有诶，上较简单的定义就是讲，咱是来敬拜上帝，将所有诶荣光拢归乎上帝。也有诶礼拜学者认为讲，礼拜就是伫礼拜中间去拄着上帝，甲上帝亲近。咱透过礼拜来表现咱对上帝诶疼甲尊严，然后上帝透过礼拜祝福互咱，互咱有快乐。也有诶礼拜学者，伊讲若对个人来看，礼拜就是做一件代志，就是你爱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。也就是讲，咱来礼拜是来朝见上帝，然后尽力将咱内心对上帝的疼、对上帝的尊敬来表现出来。然后透过安尼，上帝对咱讲话，互咱领受上帝的智慧甲快乐，互咱伫生活中间有迄个智慧甲能力去面对咱所有的挑战。那对于安尼一款的定义来看，有一个圣经学者也是礼拜学家，伊将礼拜比如做一出电影。咱知影一出电影吼，要拍的完成，就是爱有导演，然后爱有演员。当然，这出电影爱成功，就是爱有观众。咱伫礼拜中间，咱有兄弟姊妹，所有的信徒组织。咱嘛有牧师，有诗会，有圣歌队。当然，礼拜中间咱讲要甲上帝相拄嘛，吼，所以一定要有上帝伫咱中间嘛。所以到底什么人是上帝？什么人是演员？什么人是观众？我相信大家有真侪无共款的看法。牧师来分享这个礼拜学者伊所讲的，伊讲伫礼拜中间，信徒就是演员，牧师、诗会、圣歌队就是导演。安尼观众是啥物人？观众是上帝。为什么伊会安尼讲？伊讲礼拜就是兄弟姊妹爱伫牧师、诗会、圣歌队的引带帮赞下面，将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灵甲诚实表现出来，互上帝看。上帝是观众，当咱真正将咱的心灵甲诚实对上帝表露出来，这个观众感觉真欢喜，伊就会拍谱啊，就会咱祝福，给咱祝福，然后享受咱快乐。那对这个礼拜学者伊所讲的，咱来思考几点。咱知影今仔日教会礼拜上界大的一个危机，就是敬拜的人，就是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将家己当作是一个观众，将牧师、将圣歌队、将诗琴、将诗会当作是演员。大家来到礼拜中间，咱因为咱是观众，所以咱咧评判讲今仔日圣歌队唱了有水无？牧师讲道了有好无？诗琴书了有好无？咱用这款的角度去参与敬拜，会陷入一种危机，就是上帝走无去。但是咱若恢复到这个圣经学者对咱的提醒，这神学家对咱的提醒，咱就知礼拜咱是主角，咱主要是爱将咱的心灵甲诚实表现出来敬拜上帝。然后伫牧师、圣歌队、诗会引带下面，大家将咱的
所有的献予上帝，上帝欢喜，赐福予咱。所以咱毋通若准讲，今仔有点仔记咧翕啦，咱爱较专心的咱毋通安尼。其实是上帝咧看啦，咱较爱专心。迄领球咱若无向翕着袂要紧，爱讲翕着，咱来加掉就会使。但是上帝是专程咧看咱的敬拜，上帝了解咱，上帝想要了解咱，到有真正用心灵甲诚实咧敬拜伊，这是上界要紧的。所以咱在真心中，毋通亲像耶稣基督讲的，讲我愿恁分品啊，恁无要跳舞；我愿恁唱哀歌，恁无要对心肝伤心。所以礼拜敬拜的人爱甲带领者互相配合，咱主要爱将咱的内心真深沉的尊敬甲疼对上帝表明。所以如果若安尼，咱就来学习。今日所读的经文是诗篇111篇，这是一首俄罗的诗歌，伊被称作哈利路亚诗歌，也就是一些人咧聚会时阵敬拜中间的俄罗斯。咱透过这首诗歌来思考礼拜的无同款的听词、无同款的部分的意义，互咱一步一步来学习敬拜。伫每一个主日，咱来到上帝面前。礼拜是当时开始，当然咱知影礼拜是司会者做宣调，也是讲咱拄则是圣歌队唱宣调诗，迄个时阵才开始。但是伫开始进前，咱都爱做准备啊。咱做啥物准备？就是咱爱恭敬听候上帝降临。所以咱要进入这个敬拜是需要操练的。第一个操练就是咱爱准备心，咱将咱的心灵准备好势。当真正宣调开始的时阵，伊讲宣调诗一唱的时阵，咱就真容易进入灵的敬拜内底。咱讲着讲，咱要恭敬听候，咱敢有听候过别人？有嘛咱听候别人，咱甲别人约会时阵，你若要听候别人，你得爱安怎？爱较提早来嘛。比如咱若约好10点半要甲别人约会，你要听候人，你就爱10点半进前嘛。所以牧师有几项提醒，咱伫礼拜进前，司琴者伊会用音乐帮助咱进入敬拜，但是咱爱配合的是，第一，咱毋通准时，请大家礼拜毋通准时礼拜爱提早到，因为咱要去听候上帝嘛，所以咱爱先来到遮听候，备办咱的心灵，咱提早来到教会做准备。咱做学生的时代，咱面临迄个大型的考试，咱拢会安怎？咱会先去看考场嘛，对无？前一天考场公布了，咱就会去先看讲到底阮厝到迄个考场爱开偌济时间，爱考虑迄个交通的时间然后再去看讲我可能坐伫倒一个位伫遐考试，因为咱感觉这足重要，对无？所以咱爱提早去准备，而且第二天爱安怎？爱较早起来，提早去到迄个考场的所在，因为咱若真香港的时阵，若考试的迄铃声一弹，咱打到，咱心中还阁噗噗跳，免专心考试。所以咱一定要提早到嘛，提早8点钟，提早1点钟去遐做准备嘛。牧师顶回也大家讲过，敬拜上帝比咱生命中间任何代志重要超过10000倍。所以你用什么代志，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生命中间重要的时刻，你要用更加谨慎的态度去面对敬拜。所以请大家提早来。今仔下早第一堂是7点半开始，其实牧师6点55来遮做准备。我发觉到有10几位兄弟姊妹伫遮做准备而且因来遮点点伫遐咧祈祷，牧师看到真感动。我感觉讲这敬拜，因敬拜中间一定领受真济，因有来做准备，来这要做什么款的准备？当然是做安静心的准备了，这准备会让
真久当我牧师来到教会服侍，甲过去伫机构，还是讲我做兵信徒的时阵，有真大无共款。过去拢是礼拜日下早时开始准备嘛，当然会提早去教会内底准备。但是我做教会牧师了，我通常对拜六就开始准备啊。如果你若拜六来到教会，你能看到牧师伫办公室中间，伫遐咧练习第二天的讲道篇。礼拜六暗时，我会提早比平常时提早较早去困，因为我知影我明仔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，要服侍上帝，要敬拜上帝，所以我一定要有好的精神、好的体力，才会当面对这个敬拜。所以我会提早去困，无爱互其他的代志来搅扰我，因为我要有安静的心，才会当进入迄个敬拜中间。所以咱将咱的心灵准备好。将咱的心灵安静落去，毋通互咱其他代志去搅扰咱。然后当你安静了，你会发觉有产生一个效果，就是你的迄个较无的灵就出现，搅扰你敬拜的物件就会离开你，你会专心仰望上帝。所以圣经中间安尼讲，这些人讲，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听候。我也仰望伊的话，我的心听候主，赢过手经听候天光。咱拄则所读的圣经讲，比手经听候天光较切啊！咱遮手经伫遐经过长长的暝时，伫遐手经，然后看见着天一光，伊知影啊，我的工作已经完成，所以足仰望迄个时刻来到。咱甲真重要的人咧约会时，咱拢嘛有爱提早到伫遐准备，足期待迄个时刻到。迄个时刻若到，咱就真欢喜，因为咱要甲咱所亲爱的人相聚集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亲像一个囡仔，我伫门咧等咱的老爸回来，然后一来，咱就走过一台抹掉的，享受甲伊同在的美妙。这就是较无的心嘛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敬拜爱用心灵甲诚实敬拜。虽然提早到，安静心，用较无的心伫遮默祷讲：上帝啊，请帮助我，请你感动我，互我今仔日真正会当进入真实的敬拜，互我会当享受甲你同在的美好。然后当书会，还是讲圣歌队，用一句诗，用一句话。呼召咱，邀请咱进入礼拜中间，因为咱已经准备好啊，而且咱足期待这个时刻来到，咱就进入迄个敬拜中间，迄个敬拜就真深真深。这就是咱来调整咱，这是第一个部分，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。有一个好的开始，咱就成功一半。接说，咱通常会吟诗歌。拄则所读的经文的第一节，伊安尼讲：爱阿拉上主，我要一心一意感谢上帝，伫正直百姓聚会中间感谢伊。虽然明白敬拜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咱来到上帝面前，爱对咱内心将咱的感谢甲阿拉带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咱有时用祈祷、用言语来感谢，有时用诗歌来感谢来阿拉。感谢特别用诗歌感谢，咱爱注意啥物？就是爱注意保罗先生所讲的这句。伊讲，着爱用诗章、上词、灵歌彼此对讲，靠唱心和阿拉主。伊遮你若看新翻译的圣经，伊是安尼讲：爱用诗篇，爱用圣诗，爱用灵歌彼此对唱。然后一个原则就是靠唱心和，喙唱出来，心爱和。你若看新翻译的圣经是讲，爱对心底唱出阿拉的诗歌啦。所以咱来到上帝面前吼，咧唱圣诗，毋是逐一首歌大唱好了，安尼就完成，毋是安尼。你喙爱唱，心爱和，意思是讲，你喙咧唱，你心爱相信这歌词咧讲的。所以咱拄则所吟的第二首圣诗，
是152首对无？这是今年文所写的。咱咧吟诗的时阵，你敢有相信这歌词所写？咱咧吟这首诗的时阵，你敢有讲我心的救主，为着可怜我，你捌受苦痛？你敢有相信耶稣基督为着可怜咱，伊捌受苦痛钉伫十字架顶？如果心若相信，你吟出来，就会感动你的诗歌。这款的诗歌也会感动上帝，因为上帝是看咱心的上帝。伊无在乎讲咱所吟的迄音调有正确无，但是伊是在乎讲你敢有出于真心要对我学乐，要对我感谢。所以当咱咧吟这首诗歌的时阵，咱敢有相信，全能的上帝要来掌管咱的心，要伫咱的心掌管，显出上帝的纯洁大光来照咱。所以咱咧吟这首诗歌的时阵，咱来用入这个歌词，对心底真正将这个歌词吟出来。相关圣歌对咧吟诗的时阵，咱咧做啥？咱毋是观众，咱毋是咧欣赏因诗歌安怎，咱是透过因的帮赞，咱来学乐上帝。亲像因今仔所吟的是学乐的歌曲。如果你的心若甲伊做伙吟，自然咱的敬拜就去到上帝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请咱特别伫吟诗的时阵爱注意。第三项，咱伫礼拜的时阵，有时阵有一个听书，特别是咱守圣餐还是洗礼的时阵，圣礼典进前，咱一定会用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有时阵咱会用使徒圣经，有时阵咱会用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亲像咱拄则所读的诗篇第20到第9节，无需要要去重复，你回去看。做诗的人伫这段经文中间，伊咧讲上帝伟大啊，伊咧讲上帝甲伊关系，所以伊透过这个伊所讲的，咧表明上帝真正是伊的上帝，而且伫伊的生命中间，伫历史中间实行这个真大的稳定甲疼痛。所以伊是咧告别家己的信仰，特别伫第9节，伊安尼讲，伊救赎伊的百姓，甲伊入永久的约，伊心性通好敬畏。所以这是伊将对心底、对上帝的信仰告别。所以伫礼拜中间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做信仰告别。告别咱所信仰的上帝是创造咱的天父，是救赎咱的圣子耶稣，是感动带领咱的圣神上帝。咱的上帝将为咱带来罪的赦免、肉体跟我永远的活命。为什么要做这款的信仰告别？就是伫信仰告别中间，咱搁一遍思考咱的信的是啥物，以及咱的角色甲责任是啥物。今仔日有真侪教会问题是出伫兄弟姊妹对家己的信仰无清楚，也无认真。咱对咱的信仰无明，造成真侪的问题。所以咱每一遍来上帝面前敬拜伊的时阵，咱搁一遍确定咱甲伊的关系，将信仰告别落实伫咱的敬拜中间。伫敬拜中间不断的思想，讲咱到底咱是的是啥物？咱应该爱负的责任是啥物货？咱的角色是啥物货？透过安尼坚定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这是信仰告别带互咱的一个真大的祝福。各位，最后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听书吼，这是咱第1堂甲第3堂常常会进行的吼，就是启应。但是牧师嘛爱真清楚，互大家知影。我伫也未读神学院进前啊，我信主到读神学院差不多10几堂的时间。我伫教会中间，差不多每礼拜我拢会去教会敬拜，嘛每礼拜拢会启应。但是真正，我对启应我一点仔了解也无，我毋知启应是咧创啥物货。我只是知影启应是台下顶的师会念一句，大家伫下面对念一句。我真正毋知启应是啥物，一直到我去神学院读
礼拜学了，我较知影啊，到底客用是啥物意思啦？我相信咱在座有一寡人甲我相共，都毋知影客用咧客用啥物货，啊，佫毋敢人问，惊叫人笑。毋相信你来隔壁问看觅，看伊敢相信，敢知影客用是啥物货吼？不要紧，我今日来讲了，恁大家拢知影吼。客用其实是礼拜中间的一种方式啦，伊是敬拜人咧条件上帝所用，有时阵用唱的，有时阵用讲的，同心合用的一种方式，所以伊是一种方式啊。好，亲像咱咧唱圣诗，亲像咱咧祈祷，是共是一种方式。亲像拄则保罗先生咧讲早期的教会，伊免的早期的教会爱安怎？爱用诗篇，爱用圣诗，爱用连歌，彼此对唱。靠唱心和学了上帝，这就是客用的一种方式。就是讲早期教会礼拜中间有用这款的方式来进行。啊，这款的方式是要创啥？咱会用这款的方式来学了，咱会用这款的方式来感谢，会用这款的方式来认罪。譬如讲，咱拄则所读的客用文，伊是一个祈祷的客用文。咱用客用文来做咱心中的祈祷，用这款的方式帮助互较侪人来投入，来进，互较侪人会当有参与感，来投入敬拜中间。咱看见诗篇中间有一部分的诗篇，对120几篇开始，叫做上行的诗吼，华语叫做上行之诗啊。上行之诗就是通常因咧念的时候，拢是用客用的方式。因为上行之事就是因要去圣殿中间敬拜上帝时，因为圣殿是较悬的所在，所以因爱对山骹安尼慢慢行，慢慢行，一群人啊要去敬拜上帝，一边行，因就激励大家吼，咱要去敬拜嘛，嘛准备心，所以因通常会用这上行的诗歌，用客用的方式来鼓励，来祈祷。比如讲，咱若看诗篇121篇，伊讲。我要夜幕黄山，我的帮助是对倒落来。然后讲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这是安怎样？就可能这队伍中间头前的人，唱头前即在讲，我要夜幕黄山，我的帮助是对倒落来。然后后壁的人就回应伊讲，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所以这有一个呼应，大家。彼此激励，参与伫即个敬拜中间，所以早期的教会的敬拜就接落遮的，进咱今仔的敬拜，所以咱较有客用的方式，目的就是透过客用，咱会当学乐，会当感谢，会当认罪，会当祈祷，然后互大家共同来参与伫敬拜中间。所以恁今仔拢知影啥物叫做客用，介袂清清楚楚，毋知影我即摆咧客用啥物货。牧师今仔要分享到这，后礼拜我会继续分享讲，咱伫礼拜中间的祈祷，咱有公祷甲私祷，咱伫礼拜中间有听上帝话，有读圣经，有听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伫礼拜中间有奉献，伫礼拜中间牧师有大家祝福甲差遣，咱会继续了解这个听书的意义。但是牧师要搁一遍提醒大家，咱今仔所分享的。拢是准备家己要进入敬拜的核心。敬拜核心是啥物？就是上帝话。咱对头起讲爱恭敬听候，准备心，然后到回应，到这个客用，到信用个别，这拢是要帮助大家准备咱的心，包含唱诗歌。所以这核心就是安那，要接落上帝话进前，咱来准备好势。所以咱来好好来学习，而且操练。伫每一遍的敬拜中间，咱拢会当更较享受上帝甲咱同在的美好。后礼拜，希望咱会当安尼来学习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你伫万百姓中间竞选阮，诚做你的百姓，佮互阮有福分的，当透过敬拜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恳求你教示阮安怎去敬拜你。
互阮用心灵甲诚实，献上对你无比大的疼痛甲尊敬，互主欢喜，也恳求主你感纳阮所做的敬拜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